题就是用台语话写工，咱邀请到台北的尚德病院的精神科的社工朱婷来甲咱分享这个主题。好，多谢林医生邀请我来做这主题，做这段时间，互我做一分享。我毋敢讲我家己要做一个演讲，因为我想讲有安尼机会有这分享的时阵，我想要甲这分享做啥物内容的介绍。我想来想去，我想讲我即度拢做10几档有诶只是也是因为我知影讲这会放伫网络顶，我就想讲我伫遮就甲大家分享。我毋知大家拢是毋是伫病院做事，还是有甲精神科有啥物熟悉无？我想讲，我就用我家己较知影。我家己语言去宣传讲，精神科甲家属，精神科的社工甲家属伫介绍咧资源的时阵，拢安怎讲？落尾我会讲，我家己伫咧即度，我足幸的代志，就是我足看重，就是甲家属的斗阵，就是我安怎甲因我甲因就是会谈。从其尾，我家己想讲，我家己也是台语即条路，其实我我讲实在的话，就是我伫工课上用会着的只有伫咧甲家属做事，若无就是私底下较熟的同事，就是一句来一句去。毋过真正伫咧上班的时阵，全台语讲，全母语的生活，我是感觉少学的。我小等会说明讲为虾米对我来讲是少学的。就下尾后，我想讲，我想要分享我家己的母语家庭，就是要安怎维持安尼的生活。那刷落来，我先自我小解一下，因为我讲这主题，我想讲，先讲一个限制，就是我大学了后就出来做事啦。我伫咧就来病院做事甲当已经10几档要20档嘛。中我就感觉讲，我头壳接触遮的工课毋管是家属还是治疗都有兴趣，所以我落尾我就家己去读研究所，考着迄心理卫生专科证照。毋过我要甲大家讲，就是我的经验可能是我北部，若无是我个人的经验，还是讲我小解毋对，还是甲中南部的经验无共的所在，就请大家就是多指教刷来就是大家先介绍啥物是精神科社工。毋过我讲精神科社工是正我想要先甲大家介绍啥物是精神科。我通常拢会讲，我大家理解是讲，甲情绪、甲大脑破病，拢会通走找，就是找精神科医生来去讨论。亲像阮事上阮伫病院做较济是重症的患者，就是视觉失调症。我发音可能有较。当然毋对，就是阮华语讲的视觉失调症 （schizophrenia），若无就是头回笑，就是这事就趣味的，就是我伫准备这个功课，这报告的时阵，我就想着我真像有先摆甲我讲过，就是伊用头回笑，毋过用华语词甲我讲，我找着的时阵就欢喜就拍入去，大家佫会走找者看有啥物事较好。讲，若无就是老人失智，轻症的患者就是你困无好，食少，郁卒拢会来看精神科医生，食少我伫咧病院上特遮有拄着就是华语讲的厌食症患者拢会住院做治疗。近年就兴的，就是政府较重视的食酒食道网络调电网络顶的少年人即摆就是足侪医生若是足侪阮同事拢是都是对这做研究，想要做一个了解，讲对个案来讲，对家庭来讲，拄着这调伫遐的代志，就是阮讲的研究即度要安怎改第三步就是阮的教科册，若是有甲网络，就是网络成瘾再放入去，做一个镜头的说明。即摆就是个人的行为，亲像自杀、家暴力的行为犯罪，那袂少医生拢有做研究去做治疗了解。我家己即度
行遐久，我是感觉讲凡事是用年度少年人、老人，吼，精神科拢有伫看，拢有伊的部分专门科，吼，医生伫个吼伫个做研究去了解照顾遮个患者、遮个个案。我是感觉讲，阮看重的就是看伊的发展，伊即摆用还是即摆的时代，还是即摆的少年人，啊，伊是拄着病，还是吼无正常的所在，是安怎严重的程度，啊，对伊的日常的生活有偌济。那所以讲，阮是足重视时间的评估，吼，毋是讲吼你找一摆医生看一摆就有啊，就医生就会甲你硬讲你的你的诊断是得啥物病，毋是安尼，吼。我讲到遮，因为我伫找资料时阵，我之前有有追踪迄朱医师朱医师的网络面种页，伊有头拄仔我讲的概念，伊若会写入来，毋管你是个人的基因的问题，还是环境的影响，拢有你一个人可能伫个无顺势，还是歹代发生的时阵，就破病啊。吼，就甲大家分享，大家会用扫这QR code。啊，精神科的治疗啊，我感觉简单来讲会分两种，爱用药啊，甲毋免用药啊，就是阮较知影的心理治疗，还是讲阮会讲的治疗。吼，若有个简单来讲，有分要住院，就是门诊甲免住院，住院就住院，啊，免住院就门诊再急诊来做处理。啊，佫有因为精神科的破病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毋管你是有食药啊了后，还是无食药了后吼，拢想要看讲，吼你是毋是即段时间啊，甲未来拢行啊足顺遂，啊，长期的追踪就是足重要的。安尼看起来就是安尼精神科做诶代志足济看诶人啦，足济伊有啥物特殊诶所在，阮是一群就一阵无共款一类诶人来了解遮患者这些个案，有主治医生、住院医生、护理师、心理师、职能治疗师甲社工来看，咱最重视就是一个人诶心理甲社会诶状态来讨论一个人诶破病，若是个案诶分享，最重视家属诶意见，亲像不只家属意见，可能伊工课上诶人同事啊，还是老师，拢会做梦参考，只是着甲大家分享，就是讲。精神科社工伫咧病院诶工课，安尼阮社工徛诶位就是甲家属会讨论，咱就会做一个完整诶家庭诶评估，就是讲看讲即个人破病诶人是敢是因处理诶趁钱诶人，还是讲伊是一个照顾者，还是伊是一个还是因对厝里的影响，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会感觉教袂来，还是厝里经济就歹啊，还是因即摆就是就是照顾起来，就是伊本来是照顾别人的人，毋过伊即摆破病，伊即摆住院互伊照顾的人即摆要安怎？对厝里的经济，还是照顾的能力，还是伊会使找啥斗相共做一个全的评估，对伊的出院了后，看有啥物安排无？咱拢讲以前的人破病拢是一个砖头来斗相共，即摆现代社会特别是台北，我台北遮会做社经验，感觉讲社区的资源就是连接，就是足重要的。所以讲上着遮有足特别的所在是，上着已经有50档啊，自以前甲当伊有举办家属做谈会，就是要甲家属就是讨论讲咱兜有破病啦，会安怎处理？有啥物了解？进前拢家属拢问啥物问题？旧年12月有第7摆，大家会用个看卖者，一般来讲家属诶问题拢是啥货？刷落来，我讲较紧哦，歹势，我着顺讲落去，有啥物问题，刷落来再讲。为教宣导，我遮就是用台北市内有上百的经验来甲大家分享。要安怎拄着精神科医生？阮通常会甲就是我遮电话若有人问，还是讲。就是阮同事，外口的社工的同事来会问讲，要安怎来看到医生？阮只有两个路线，一个是门诊甲急诊，来了后急诊了后毋是每一个
病院拢有真辛苦，因为有诶是讲伊是心辛苦，若无是进下门诊，亲像老人诶进下门诊，有可能有过岁阿爸，若无就是神经内科呀，若无就是老人诶健康心门诊。即摆足深诶，我想要甲大家介绍，就是卫生福利部有讲10个岁到40个岁有一个免费诶心理咨询诶专案，就是这若会看来会做咨询廖准讲你亲像可能有亲戚，还是讲厝边隔壁，还是路里拄着可能伊是破病诶人精神科患者要安怎？咱台北市有一个就是一个 SOP 诶规诶。SOP 的流程就是讲，你会甲你的警察局，还是讲119，还是讲台北市是讲健康服务中心，别个县市就是讲卫生所，甲去记者，甲讨论因安怎启动，安尼诶服务就是要安怎现场去判断，会甲大家讲一下，阮通常就是找这3个单位。可比讲真正就是伊是精神科诶患者，是刷落来治疗甲复健是啥？我遮是讲，就是已经18岁啊，抑未到60个岁进前，台湾即摆治疗甲复健诶阶段有做啥物诶服务？伊上直遮安尼来介绍来讲，阮病院遮是有急诊甲白房，急性白房，复健白房安尼。咱遮是医生就是下药甲团体诶观察，佫有伫团体治疗，佫有心理师做就是评估，就是看你即个人伫病院遮会状况，甲处理诶人会观察，还是讲校诶观察，还是讲伫倒位观察，看有共款无当然伊即摆拢是有拢有健保，所以讲大概是足俗诶。毋过即摆就是甲家己讲一个观念，就是讲即摆无迄带长期诶。你讲以前诶高雄迄龙发堂，迄若无阮即摆就是讲可比讲你真正有听过讲慢性病房诶，迄拢是爱配合健保诶规定，若是有时间诶限制。就是所以讲爱找者，所以讲上直遮是带短期诶。虽然阮病院遮有另外一个业务，就是讲会定期迄居家治疗，就是会请护理师去处理注射。详细诶情形会用看者阮诶网站。刷落来你真正是阮精神科重症诶病人，你复健诶阶段，就是阮有分2种，一个是日式的，一个是日式就是会去到一个工课所在，暗时会转去困，若有24点钟会用住伫遐诶，迄叫康复之家，这是生活甲复健为主，内底有工作人员，若是会用甲你讨论，工作人员主角若足较重啦，毋过这就是复健，所以讲健保有小添一个，嘿，日式诶病房台北市有17间大家会用网参考。别个县市会用伫咧 Google 顶头会用拍这keyword。刷落来是另外一个日式诶所在，就是社区复健中心，若无就是工作坊，有6间，6间就是伊可能伫咧社区，可能伫咧大楼下骹，还是你厝里行出去诶所在，拢会拄会着。刷来就是康复之家，就是阮英语讲诶 halfway house，这就是会用住伫遐长期较我感觉即马台湾诶经营较是长期诶，毋过我感觉迄若是有一个时间诶一个时间诶评估就是讲你要住偌久，伊就是训练讲处理照顾困难，转去厝有就是大家住起来较辛苦，还是伊无厝通住无厝诶人，还是讲伊可能爱有工作人员诶看假，就是工作人员诶管理较济所在，就是康复之家。伊我是伫中山区即个有中山区就遐10几间另外一个就是社会模式，就是
会所模式，就是这是英语是讲 clubhouse，就是伫个外国，因为我们台湾有足侪服务拢是为外国人，这服务就是即马吼外国人就是推三个一个平权的概念，就是讲吼。甲精神障碍者斗阵，应该是无分讲你是工作人员还是患者，阮拢是人，阮拢会斗阵，阮会用斗阵来甲遮讨论讲今日要当时要活动要食饭，还是中昼要食啥，还是要出去，还是讲你刷落来，伊来是会安排你的工课，这代志工课日就是会做讨论，足侪代志是斗阵内底是无分工作人员甲伊内底会用小看一下，我顺就行讲落来。台北即马有剩4间，还是佫加1间收1间，我淡薄仔袂记啊嘿。佫刷落来是社区家园，社区家园就是我简单来讲就是。精神障碍者其实是心障碍者的一款，心障碍者的人群行到呾，就是讲，心障碍者若会甲一般的人共款，拄着讲伊想要家己独立的生活，想要住外口，睡厝，其实甲一般人比起来，因足困难的，因去争取，卫福部社会局，拢有去做安尼安排，有甲遮的协会基金会合作，真辛苦的有若有伫做，会用甲遮的社会主体去讨论过申请讲是因住伫内底，因会用较低价数住伫遐，工作人员可能甲合了社监共款就是就看有啥物代志就甲因讨论，拢袂安排你的活动，就是爱看过你是要住还是要较济就是甲工作人员就讨论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属的部分就是我感觉讲伫咧台湾愈来愈有一个足好的概念，就是照顾者是无分障碍障碍的，亲像长期照顾2.0还是台北市的身心障碍资源中心，还是台北市的家庭照顾支持中心，拢是会服务着咱即马的精神障碍者的家属。若无就是思想，我家己看电视新闻会报道讲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伊若是足侪可能有电话的咨询还是讲服务拢有。伊今年是讲你是照顾者，伊一年有4摆会去遐啉咖啡，专线拢有。专门科的我就是讲这就爱认真，我就佩服就是真辛苦的家属甲个案，因其实一路行来拢足辛苦的，因家己几啊当前，因就是13当前拢有家己新立一个因家己的协会，亲像湘北的康复自由协会，即顶头会卡即2个，因拢做在地社区的服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生活协会，甲另外一个是这活泉社区家庭资源中心，因拢有提供敲电话，毋管你是家属还是个案，敲电话做讨论的，有即间个会做到暗时，下晡做到暗时。另外一个是家庭甲精神健康教育协会，伊是我介绍者就是伊是去外口，就是美国遐有一个家属团体，就是有一支8摆的家属团体因传入来台湾，因咧做一个拍拼，就是讲遮个家属足辛苦的，因爱接受教育需要安尼的团体一个有一个因较好的知识，还是较好情绪的处理甲遐破病的家属斗阵因逐当拢有家属团体的活动，大家会用去伊的网站小顺者。另外一个我感觉伊有做出名声，就是心仪旧衫回收。因的创办人会感觉讲，真辛苦的病人可能食药还是因为破病久因的镜头会甲人会接触会较少，所以讲伊头先是训练是讲带因去拍网球，网球刷落来就是安排就是去关3个人因兜接触就是甲一个3个之间甲一个个案去人兜去收衫，收衫转来整理者义卖嘿。好，就是我在地资源就讲完啦。好，简单来讲，即摆我分享就是家己的兴趣啦。
家己行到倒，我是因为我对于照顾者这角色就是就我家己的经验，因为厝里有人破病，我也是就敏感的人，我是感觉讲，医疗环境啊，毋是无遐拄好，因为台湾的医疗环境是就重视家属，毋过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家属，就是讲这大家都要安全，可能无厝的人。就是阮讲的节约，还是讲老母老去无办法个处理，还是讲会出面的兄弟姊妹，因就会讲我就是会安尼做尔，就有足侪诶状况会发生。毋过我对一个最有兴趣的就是兄弟姊妹诶照顾。我感觉兄弟姊妹因的感情，佮加一个照顾，大家经验是无共款的。毋管你是少年时阵拄着，还是你工课时阵会拄着，还是讲你结婚的时阵佮拄着，你愿意出来处理接朋友电话甲伊送到阮来去诊门诊来住院，我感觉迄是足无简单的啦，就引起我的好恨啦。我所以讲我研究所的时阵就认真者写者论文，写者比较，讲互爸母照顾甲兄弟姊妹照顾有啥物无共款。我去翻头去看外国人的文章，就看讲因的词就是 caregiver 甲 caretaker 这代志。毋过这代志我就囥的，我就趣味的是这代志我想要摕来讲，就是因为十当后就是旧年啦，就是家己行台语的路了后，就去每家，就是有伫做每家庭了后因为要采访我就翻头看我以前写，就是学生仔写的文章，后来我感觉这文章我即摆用华语去讲，我感觉讲足怪奇的，因为我知影讲兄弟姊妹照顾比阿爸阿母比起来，迄理性就是较有距离，较知影找方法，知影讲家己的限制，做诶真正无可能比爸母互遐济，感情也无投去有感情大家互投入的感情都无爸母遐济啦，有啥物事会好好解说咧？我就甲迄研究生就是开讲者，我家己想着就是插这事，我感觉讲用插这事，后来我家己甲家属伫安尼直接的时阵，用插交插这事的时阵，大家感受着真正是亲像做一个。比照顾这事更较好，因为照顾是后来出来的事，因为早期的人学了，就老岁仔人就感觉照顾较无迄概念伫内底，就感觉讲起来就有淡仔空。所以讲，我即摆要来分享就是，我安怎伫我家己工课上，用台语录呢？我自开始我是囡仔4个月的时阵，我拄着神拜，伊就鼓励我讲，那人毋是台语录的，就是神拜就是就是先摆伊就是家己就是讲台语文的，我就感觉伊鼓励我，我就想讲我来试看觅，毋过愈开始网络找资料面种药就开始愈来愈紧张。我想讲哇，大家拢足厉害的，遐台语家庭的家长拢去考认真我家己是未来会变安尼无安尼偌认真的，我想想准算啦，我就轻松做，看着家己看面种药 FB 还是学着啥就加减扣者讲是台的陪囡仔看者，我感觉较骨力的时阵，应该是家己带囡仔迄段当，就是拼死讲，因为讲我家己带囡仔，哪有可能佫讲华语真正拼死讲，若真正有讲，因为我有发现着讲，因为2当了后我转去上班，有时我转去看医生时阵讲华语的时阵，迄护理师惊一跳讲原来你也要讲华语哦，即摆迄当时会拍拼，我若真正有早入来上班拄开始的时，我想讲我上班若要转台语试看觅，毋过大家拢知影社工是太无用了，就是因为真正我若是爱。因为我若愈来愈有年资就是爱有带人还是讲办公室的代志拢爱处理。我就讲那无甲以前比起来都无遐拼佫加上我想要甲大家说明，我有啥物工课上我较少讲是为我家己经验是因为医疗环境其实爱做一个交班，做一个沟通。你因为其实我是有感觉无自信你讲到交班无讲介清楚，还是无介好，还是别人若听台语若无遐溜。交班创我就感觉讲还佫有行动较急，我就感觉讲足歹势，所以讲工课上团队讨论开会我都拢无讲咧，毋过轻松的时阵同事斗阵还是讲
甲迄家属到底我听到伊有台语的腔的时阵，我就全都转来转台语，吼。安尼就会分享讲，因为家己用全台语家属安尼会谈了后啊，我感觉讲，若是要甲因斗阵去收集遐个资料尔，写迄报告处理几个人啊，会因陪伴无，会因照顾无，毋是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我过去拢是华语的训练，拢是华语的理路去做一个架构。毋过台语毋是啊，毋过要用台语的甲家属接触，佫有要用有一个阮思想讲的同理安排安尼，我要安怎做？我感觉讲感觉有小可客，就开始想讲我伫甲家属接触的时阵，用迄词有好还是歹？后来就是亲像我有捡着几个词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我做迄经济评估的时阵，就想讲趁钱的人来带因处理即摆会安怎会得过拍会过无？有啥人甲你相添？若无即摆囡仔细汉读册爱开一个足凶的呢？若无就是请一个空服工，安尼处理会得过？安尼就会开讲较济。毋过有这词用出来，我感觉讲甲华语讲的请问家里过得去吗？就是就即种款的话，我感觉讲用较台语开的词去讲，若无就是甲家属学的，亲像针对还是交叉，这拢是较我因会照顾的经验吼。另外就是甲大家分享就是文化系谱。就这就是因为大家拢知影伫病院有做足侪报告，我家己就是即摆转来了后咧做报告当中，我就较思考讲，迄当时因为这是我研究所学的概念图，概念图就是内底有讲处理关系的语言。我感觉这概念互我一个学习，就是讲，因为我会去了解讲因是用啥物语言了后，就想讲伊哪会讲，可能哪会讲台语是毋是有搬厝过？伊爸母住倒位？住为虾米要搬呢？就有对这家庭就较侪好诶，就较侪理解。甲以前华语，可比讲你无毋想着迄语言母语，若是一个苹果诶工具诶时，苹果诶线索诶时阵，这就文化系谱就会就留起来，你就会袂看着。所以讲，我家己伫咧病院内底我家己较拍拼，就是可比讲我知影讲，阮顺常用讲感觉店嘛，我就会画伫甲系统内底，我就会写入去。因为大家拢惯势拢讲感觉店啊，无可能，我袂写回请文。旧年较拍拼就是会做会到，就是团体记录我就是会。因为我带一个团体有发现着讲内底有50%内容拢会用拢就是用台语讲，我就感觉讲用华语记录就足怪奇啊！我就试看卖过程中就写做台本，然后罗马字转来拍字的时阵，甲拍入去。我来叫我的同事小看，做伙学习啦。煞来甲大家分享讲，我伫咧病院的经验，毋若是讨论的时阵、开会的时阵，较用袂到。我家己甲民众接触的时阵，若是经验无介好诶，这就是迄当初我转去的时阵，拄好疫情尾很多大家会记得无？去病院的时阵，搁爱录健保卡，插健保卡。伊人我就边我每一个人我拢有讲台语，讲家好，你好，较早食饱未？健保卡因借者无？其实大家想讲，我哪会拢全台语就足奇怪，迄表情一直看我。毋过有诶人毋是本来出来讲这是医生还是社工，因为我拢是白衫。有人会开始讲，是伫咧学台语，因为我台语讲台语也是有一个腔，无认真诶腔，甲怀疑腔。所以讲拄着有人问我讲我是伫学习还是伫学台语，我都讲是。尾我就囥一本着顶头迄册，大家看着我顶头有即本册，看我穿白衫，就会较甘愿甲我讲台语。大家对于讲要学习诶人态度就是好诶。普通时坐伫遐伫网络还是咨询代志诶时阵你常甲伊讲台语，伊就足气。我也毋知，我会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回头甲妈妈讲，妈妈他好奇怪哦，为什么要跟我们说台语？就这记忆就深诶，我家己若伫咧做检查伫网络顶，就是可比讲我会请我家己看了，就生活
生活款内底有人用创的火亲文吼，我就会写批，因为拢熟悉啦，我就会甲伊讲，我帮你照证，你改者好无？拜托者，伊真正就改打出来，我就足欢喜的。那有几个单位拢有做，这是随转去随做的代志，对啊，我2022年转去做事的。总结尾要讲我的母语家庭的生活，就是我尽量就是家己处理，就是有一个，伊若知影讲有台文罗马字的环境，亲像迄当阵伊真伫咧穿的时阵，伫咧处理着为时间表下因过生活，是即摆就是宣传者要年底都要过年啊，的时阵我逐年拢会甲大姨娘买春仔布置处理。所以讲阮兜囡仔啦，佫有你甲台文甲遮的社团买物件时阵，伊其实写批感谢卡片啊，拢是罗马字，我会感觉讲真正罗马字会出，伊写地址若会是罗马字，真正会出现着家己的生活中，我就足欢喜的。佫有你家己的生活就会开始注意有啥物变化，像我住饭店的时阵，有迄卡片若是写你好，若无这就逐个拢知影有地佫有这。伫台中，我伫咧台中耍的时阵，我看到涂骹小盖，竟然是台文的，我足欢喜，就翕一张安尼，就感觉讲，这生活有一个改变，有看这台湾这世界时阵有较无共款。总之我感觉最近较欢喜的代志是，我囡仔的课本啊，毋若只有迄华语尔，伊顶头佫有写本土语言是无改，互我想讲会写台语无毋过即种毋免我。拢是我读互伊听，我想要听专门课的来读迄故事内容。就以上就是我简单的报告，足紧的无？那足长的呢？就是安尼。歹势。我本地抓准讲半点钟尔。真多谢朱婷甲咱做分享。其实我对精神科即块我嘛无介绍啦，我嘛听到真侪我真正毋知影代志。嘛欢迎就是因为我甲朱婷熟悉是邦桥的义共学团啦，大家拢是做伙拼说对囡仔讲台语的父母。我感觉其实讲囡仔做伙学，其实这是上有效果的啦，因为就是为囡仔细汉的时阵开始一点仔一点的会讲甲愈来愈济。主要看是毋是有人举手有问题？不是 Jennifer， 这是举手还是起赞？敢有人有问题？阮同事，Jennifer 有问题无？还是你歹？对。若无嘛无要紧，私底下问嘛会使。这以后嘛会放伫 YouTube，若是要来留话嘛 OK。若无咱今日就先讲到这，大家咱去食饭。多谢。安尼真多谢吼，大家再会。拜拜。拜拜。